李健夢境精算暴雪啊，攞出嚟中檔有氣勢啊，外邊追美麗第一，大外檔驕陽明區，仲有金鑽貴人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搖下搖下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3個馬位啊，後邊有舉步生風響第2位，進佔第3位，精算暴雪外邊追上嚟係驕陽明區，金鑽貴人都有份衝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，我哋嘅馬王啊，真係贏到後邊甩晒啦！上場賽事已經翻到嚟香港，交出相當好嘅表現啊！嚟到今場戲肉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，咁啊已經係呢匹馬出道以嚟贏取第17場嘅頭馬。如果計到連勝啊，計埋珠峰遠征澳洲嗰場呢，咁啊已經16連勝。直路嘅時候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和平波遨遊氣泡，第一隻上嚟挑戰啊！外邊位置仲有神之勇進，偷入邊上有進位提喎，外邊冚上嚟係標誌銀河，中間位置仲有鴻運帝王同埋竹園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神之勇進透出咗，埋邊遨遊氣泡啊！中檔位置港邊小區追，外邊仲有鴻運帝王，出邊係竹園，最後100米到遨遊氣泡。上返嚟，終點前將神之勇進趕過埋，贏出今屆浪琴香港一哩錦標啊！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啊，咁啊見到外邊浪漫勇士開始發力推進㗎啦，響埋邊位置有禪聖輝煌，數入去有名醫，內欄嗰邊有直線力山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寶來歌劇啊！最後200米，浪漫勇士蝕落去，一比就有啊！拋離後邊嘅對手㗎啦，見到埋邊禪聖輝煌仲有啲喎，出邊係寶來歌劇啊！最後100米，浪漫勇士相當輕鬆姿態贏出呢場浪琴香港杯啊！第2名啊嘛，寶來歌劇啊！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啦！上場係有當係嘉應傳承入正最後直路，前面透出嘅嘛，仲係呢隻咧名城潮流啊！但係南家名城開始上嚟啊，偷入邊上有歌利巨人啊，中檔冚嘅嘛就係同工之妙，外邊嘅馬匹仲有遠飛標槍，大外檔仲有班霸實力，最後200米透出係同工之妙，遠飛標槍開始上嚟追佢，出邊仲有班霸實力，最後100米都呢同工之妙依然係佔先贏出今屆浪琴香港瓶啊，跑第2名。遠飛標槍，第3名就比較近啦，埋邊有歌利巨人，出邊係班霸實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同工之妙最出有舉步生風，馬林中間驕陽明區好有心得嗰啲馬，最後300嘉應高升搖咗幾搖，拋離後邊嘅對手2個身位，埋邊傳上嚟有驕陽明區，中間舉步生風，出邊精算部署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相當輕鬆啊，拋離後邊嘅對手，贏出呢場100週年紀念短途杯。追平咗真係犀利啊！追平咗21年，精英大師保持咗咁啊21年17連勝嘅紀錄啊！標誌銀河入正最後直路，金鑽貴人響埋邊，浪漫勇士率先上嚟過佢，跟住緊隨其後噶嘛，仲有遨遊氣泡追緊，中外檔竹園呢亦都係拱咗嗰隻陽光勇士追，最後200米到呢隻浪漫勇士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少少掟甩咗，埋邊有金鑽貴人、遨遊氣泡，出邊係竹園大外檔陽光勇士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結果留喺香港。贏出呢場董事杯啊！都睇翻最後200米野馬姿態啦。咁啊出咗頭之後呢，都係輕輕推送啊！入邊位置有金鑽貴人，後多層啊嘛，驕陽明區喺個馬林入邊啊，出邊追嘅嘛，手機標靶，外邊包裝天象，大外檔陽光勇士啊！最後200米啦，嘉應高升拋離群區，最少3個身位，驕陽明區上咗嚟，中間金鑽貴人接近終點。破咗紀錄啊！破紀錄，嘉應高升順利贏出呢場女王銀禧紀念杯。嘉應高升打破咗保持咗21年嘅17連勝，成功挑戰18連勝嘅紀錄啊！後邊係竹園嚟噶，最後直路啦，美麗同鄉埋邊，中間有安晴啊，浪漫勇士一蝕落去就有啦，拋離後邊噶啦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追上嚟噶嘛，有天象龍區，馬林中間係竹園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浪漫勇士俾幾步，最少拋離3個身位，贏出今場花旗銀行香港金杯啊！跑第2名安晴，第3名天象龍區無顯東啊，第4名係竹園啊！結果呢匹浪漫勇士
遠征之後今季復出，連埋今場啊，已經幾場賽事未逢敵手啊！三冠長途系列上場頭關16米，董事杯輕鬆贏，嚟到今次次關。香港金杯2000米一樣輕鬆贏馬，外檔上有呢隻紫荊盛世，揈咗去出邊追係小鳥天堂啊！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數字天文仲有一個馬位優勢啊！見到中間位置白路金剛衝上嚟嘅勢相當凌厲啊！中間位置仲有主經傳領啊，外邊呢就紫荊盛世追啲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標之宇宙埋邊起尊龍啊！最後100零米白路金剛將後邊嘅對手拋甩，贏出今屆打比大賽第2名，數字天文。第3名出邊紫荊盛世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白路金剛又跑4歲系列啦，前6米。香港好有心得啊！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呢仲有紅晏晝嘅舉步生風啦，外邊追有李健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驕陽明區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擠嚟咗大約2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上嚟噶嘛，有舉步生風啦，李健夢境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，仲有隻精算步説啊，嘉應高升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李健夢境第2，精算步説第3，咁啊第4名。埋邊位置舉步生風係咪機會大啲呢？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再次打破自己所做嘅紀錄，取得第20連勝啊！係標誌銀河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都仲係合夥奔馳啊！呢個時候遨遊氣泡同埋鴻運帝王一對啊上緊嚟，外邊位置追有竹園啊！咁啊再見到馬林中間港邊小區亦都上緊嚟，外邊展開衝刺有白河飛區，出邊位置仲有白路金剛啊！最後100零米竹園透出咗，咁啊外邊追上嚟有白河飛區接近終點，終於贏到1級賽，竹園外邊追上嚟跑第2。係白河飛區第3名都好接近啊！埋邊港邊，埋邊有預冠軍浪漫勇士攞出去外邊先，再見到埋邊偷位上有球星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先有同工之妙啊，後啲嘅馬匹就蒙面舞會，最後300浪漫勇士外邊一比落去就有啦，後邊追上嚟噶嘛，有同工之妙，出邊上咗蒙面舞會啊，埋欄位置就係呢隻預冠軍，最後100零米浪漫勇士拋離群區贏出呢場女王杯，外邊追上嚟蒙面舞會第2。同工之妙第3，第4名埋邊係預冠軍啊！呢匹浪漫勇士8歲嘅王者啊，計埋今場已經係4度出戰呢個女王杯。全部都凱旋而歸啊！埋邊利心名媛偷位上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天象龍區啊！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浪漫戰神埋邊鬥緊數字天文啊，外邊浪漫勇士追緊，中間壓住嚟跑，仲有大怪旗啊！最後200米啦，見到透出仲係呢隻數字天文鬥緊呢隻浪漫戰神啊！外邊浪漫勇士上緊嚟，後邊嘅馬仲有大怪旗，最後100米都數字天文接先，但係浪漫勇士不乏王者本色。終點前將數字天文趕過，大怪旗第3，第4名呢好近啊！埋邊浪漫戰神，出邊天象龍區啊！咁啊真係再次見證到多一匹3冠長途王者嘅誕生。記住佢嘅名字就係浪漫勇士啊！而今季浪漫勇士選擇留港出戰，咁啊結果計埋今場啊，先後已經橫掃咗6場頭馬。當中有5項係1級賽事添啊！而3冠長途王嘅系列，首先第1關董事杯，第2關香港金杯，嚟到第3關遮打杯，浪漫勇士都一一能夠乘風克服挑戰。